来，我们今天教这个福气的歌曲，好运连连，好运连连，林秀琪的歌。之前是不是庙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唱粉红超跑，金哦金哦，对不对？哈，这现在又出了一个新歌叫好运连连。那这个歌在不一定是妈祖都可以用，就是只要庙会都可以用啊。所以这个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庙会的时候唱，所以大家可以学起来放。然后这礼拜刚好又是端午节。对不对？端午连假，刚好祝大家好运连连这样子哦。好，来下歌的地方，它的叮呢是一个有重量的感觉，然后有抖音哦，叮叮，啊，不是叮，不是叮哦，叮。啊，你个想做要唱一个藤蔓的那个藤，酸甜的那个甜，叮，来唱麦。哦，叮咚咚三个字做伙。叮叮咚咚，哎，叮叮咚咚锣鼓呀闹嘞，再次看哦，叮叮咚咚锣鼓呀闹嘞，好，呀闹嘞这三字我要圈起来，重点，呀闹嘞唱得清楚一点。呀闹嘞，哦，叮叮咚咚锣鼓呀闹嘞，酸甜又香的，好，这个酸呢，我们在这里做了一点点的喉音，有一个溃靠，酸甜。哎，你哪去？酸甜酸甜又香的，没什么感觉。酸甜酸甜又香的，你每一个字都要有那个穿透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包括的也是哦，酸甜又香的，有没有？有重量的感觉？我们试试看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酸来。好，的不可以收回来了，我要放。香的，好，来加起来好不好？酸甜又香的，两句来，叮叮咚咚锣鼓呀闹嘞，酸甜又香的。再来，今夜喜气洋洋庆庙会，庆庙会，今夜喜气洋洋庆庙会，好，来庆庙会。今夜喜气洋洋庆庙会，对，恁唱的是庆庙会，不好听。庆庙会要有滑音才会好听哦，哈。庆庙会，搁一届哦。今夜喜气洋洋庆庙会。平平安安做门面，好，平平安安没问题。做诶门转音，门面，平平安安做门面。我来4行来试哦。酸甜又香的2、3、4，今夜喜气洋洋，平平安安做门面。OK 哈，好，前面只有主歌就只有4行，很快。好，来，朗塞的朗这里哈，要怎样？我们要学一个唱法，叫做这个气我要把它吐掉，最后的尾音那个气我要把它吐掉，你听了哈。
人西的人。有吧？有做对吧？那个的感觉，你把那个气最后一口把它吐掉哦哈。人西的人。哎，水哦，把它这个开口哦，哦，好，来，人西的人，这个人的气我要把它吐掉，人西的人，哎哦，不是下回音哦，不是人西的人啊，无哦，人西的人，水，大有无人新鲜，到这会来。上龙在飞，云对月。哦，在飞的飞，我要直接飞三个转音。上龙在飞。哦，袂歹哦吼，飞。云对月三个字总歹，云对月。云哦，云哦，唔是分哦。云对月，到这位，上龙在飞，云对月，手转来，叫情的雨也讲吞炮火，搁一摆，叫情的雨也讲。哦，所以一字斗两字，一字斗两字哦，哈。叫情的雨也讲吞炮火，炮有，嘴巴请嘟起来，炮有火。叫情的雨也讲吞炮有火，我走不入伊的一切。我找不住伊的一切，伊的哦，伊的一切。来，我们到这里就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从人西的人手甲一起哦，来，人西的人，来。上龙的飞，云对月，叫情的雨也讲吞。我走不入伊的。哎，下面一样，基础的人跟人西的人一样的唱法哈。基础的人，好，那个人哦，我们那个气不要太快吐掉哦，你还是要拉一点点尾音。基础的人。最后再吐就好了，最后再吐就好。再一次。哎，心抱着一身，观众手也舞动手中车。这个观众手的观，我们要唱的比较厚一点点，所以它加了一点点的喉音。观众手也。舞动手中车，手中车安怎？咚咚咚，总拍3个啦哈！来，观众手也舞动手中车，手转来，做人三分英雄势。好，做人无问题，3分的分有2声。三分英，哎，英雄势，做人三分英雄势，哎，一分就爱在身体，不错。星星照顾咱大家，再一下哦，星星照顾咱大家，
连连。好，好运连连后面的尾音拉直音到抖音就好。好运连连。好，来，我们从那个祈福的人唱到好运连连来一次哦，来，祈福的人，观众手也舞动，做人三分英雄色。2、3、4。好运连连，安尼了解吼？好，来。